来，乡亲啊，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天气真寒，要安怎来吹烧气，才应效阁省电呢？专家讲，若是敢若一个人要烘烧，会当开电烧气；若是希望大范围、规个室内的空间温度拢来提悬，安尼建议来开冷气机的迄个烧气，会记哩出风口就爱压下骹，安尼吹烧的效果会阁较好。 起床洗手面，伫浴缸内开烧气提悬温度，寒流入落来。伫室内免怎使用烧气，才有闭关。开烧气安尼阁无够，若希望讲室内温度提悬，专家建议讲上好加一台电风去吹，毋但效率较好，而且较省电。啊，若是瓦新的范围，也是讲小部分，那呢就会使用电的烘炉。因为是空调的冷暖气机，它适合大范围的空间嘛。那我们怕热空气一直囤积在就是一个固定的范围空间内，那使用循环扇增加它的对流，就可以把暖空气更均匀的散布在整个空间里。 想要开烧气，温度嘛毋是愈悬愈好，建议讲会使将这个温度调整到23到26度，安尼上理想。冷暖气机的叶仔片向下骹，电烘炉上好放伫头门边，加热冷空气。因为电暖气呢，它其实也有根据坪数来做区分，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就可以看它上面的标示，就会有一个参考的适用坪数。那一般小型的电暖气通常都在5坪以内。嘛要让这个烧气要对流，安尼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